台湾夏季进军东京奥运，摕下男子团体银牌好成绩，嘛互体育署佮专工制作影片来宣传台南的夏季队。不过其实地方相当无奈是，一直无符合国际标准的场地来栽培后辈，永续发展。对此，夏季委员会锁定安平、西平五街甲新平路这附近的空地，希望兴建场地来互选手练习比赛。发展夏季三级运动。好，目前台南市最缺乏的就是我们的射箭场地哈。那如果说有射箭场地的情况下，如果有办理全国赛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协助。然后对于台南的一个射箭的地方发展，也可以越来越好这样子。面对这几片空地，不是渔业署，就是国有财产署的国有地，到底够法度搬用？对此，立委陈廷辉特别邀集相关单位到场会勘，包括议员尹爱达理、李宗诚、周丽金、陈义丁等人，拢相当的关心。不过，会中渔业署明确表示，因所属的用地核定做观光休闲，加上已经有民间投资油田公司，只会当保留。行政院核定的计划，这整块都是在我们的 BOT 范围内，但是目前提出的计划是在前一段前面那边，所以这一块还没有吗？在 BOT 计划里面还没有吗？不是在 是我们的渔港计划里面，本来这里就是 BOT 的用地。我知道，可是正式提出来这一块还没有嘛？正式提出来，它现在只是初步的，对，只是初步的第一阶段。那目前整个后面还有，我们还是要公告，这边还是要做 BOT 的。既然渔业署用地无法度突破，立委调向国有财产署的公园用地来努力。虽然跨度无够，不过深度标准，希望到时安平者不只有夏季场，卖当推广吹球等体育活动加比赛。台南确实缺乏一个国际型的射箭场所。那我们现在所新建的射箭场所基本上就只能是训练。那对于我们现在成绩越来越好的一个状态，说真的，觉得对我们的射箭选手非常的不公平所以我们认为原本希望透过这个全中运或全运会的一个举办，能够把我们的场地做得更完整，但是因为就是土地问题，土地没土地，所以今天我们特地邀请渔业署还有相关单位、市政府相关单位，先来就我们目前这个安平港区附近所有的一个场地来做一个总体检。那目前我们可能倾向于从国有财产署有一些公园预定地的部分，是不是能够来做一些规划？台南需要国际标准射箭场。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